我哋要傾下有趣體驗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分享我哋喺大阪世博會嗰日暴走嘅經歷。唔知你哋準備好未呢？大家好，係啊，當日雖然話係佛系咁樣去玩，但係實際上絕對係一場體力大考驗。我哋一早就到咗園區，好大啊！嗰啲國家館每個都有自己嘅特色。係啊，波羅的海館嘅香氣真係特別，唔係嗰種濃烈嘅香水味，而係好自然嘅清香。一開始我哋仲以為可以輕鬆咁參觀，但係原來每一樣嘢都要排隊，就連嗰間出名嘅壽司店，我哋攞嗰張號碼牌係4000幾號，我哋最後都係另揾地方解決。我哋仲參觀咗韓國館，裏邊嘅互動效果好強，好多 LED 屏幕，跟住節奏一齊喐，好似個 K-pop 偶像咁。智利館主打嘅係游牧風，聽講世博會結束之後，仲能夠拆卸重裝馬普切族手工紡織品，幾值得影相嘅。背上背包出發，世界到處逛逛，花時間點亮，活出快樂模樣。花時間去旅行，背包如何交換，旅遊的樂趣無窮，收穫精彩每一天。就係莫桑比克館啊！千祈唔能夠少睇佢，冷氣可足啦。然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帆船造型嘅長椅，雖然展品有啲平淡無奇，不過冷氣吹得俾人都唔想喐樓。遠睇建築就好似一塊巨大嘅反光金屬板，懸浮喺波上，有種讓人瞬間停低腳步嘅魔力。主題係人與環境嘅動態平衡，畫面非常精細，從細胞分裂到森林生長，但係感覺好似自然紀錄片。Blue Ocean Dome 主要聚焦喺海洋同環境嘅問題上。呢個展館好似係一個設計得體嘅港灣，冇非常浮誇嘅展品，但係每個展示都讓人深思。個長達2公里嘅巨型木製圓環真係嘆為觀止。佢唔單止攞下咗全球最大木製建築嘅稱號，光係行走其中就好似喺巨龍背上遨遊咁。聽起上嚟真係大規模嘅設計，光走一圈就要花唔少時間啦。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嘅仲有空中汽車站一啲未來科技嘅展示，真係好有趣。氣球館真係夜晚先至有魅力，傍晚時分跟住人流走向亮燈嘅方向，真係特別有感覺。我真係好好奇，你去咗咁多館，居然對沙特阿拉伯館情有獨鍾，咁到底係點解呢？一開始我都冇諗到，只係隨便入去行下，邊知被裏邊嘅設計俾驚豔到啦！入去就好似喺沙漠中嘅小巷穿梭，粗糙卻又親切，配上阿拉伯樂曲，完全沉浸。发射前去被抱住小白，旅游乐趣无存手。
精彩每一天。背上背包出发，世界到处逛逛，花手钱也能活出快樂模樣。到晚上嗰陣，無人機表演加煙火，絕對係個驚喜。嗰啲燈光同圖案，大家睇得如痴如醉。背上背包出發，世界到處逛逛，花少錢也能活出快樂模樣。但離遠個陣地鐵站真係暖過大龍鳳，我哋行咗一日。總括嚟講，呢趟大阪世博會之旅真係令人難忘。雖然腳酸得有啲離譜，但係啲回憶都好精彩。花少錢去旅行。